我係大家嘅拉筋導師，我姓蔡，叫做嘉娣。伸展咧其實有好多好處㗎，可以放鬆我哋嘅肌肉啦，幫我哋嘅肌肉獲得營養啦，同埋防止受傷嘅喎。咁今日咧就會教大家拉5組嘅肌肉。咁首先想問下大家，有冇啲醫生啦或者物理治療師建議大家有冇啲動作係唔可以做㗎？請你話聲俾我聽。咁另外咧就如果你有怕身體接觸嘅，因為喺做嘅過程我都會埋嚟睇大家嘅動作或者修正一下。咁如果大家介意嘅，都可以話一聲俾我聽。咁我哋而家咧做動作之前咧，首先同大家做少少熱身先喎。我哋首先鬆下雙手，好，跟住咧合十雙手就擰下我哋嘅手腕，好，跟住我哋就拉下我哋條腰，擰下佢，擰翻鬆啲。好，跟住我哋首先咧，我哋就會伸展一下我哋嘅髂腰肌。咁髂腰肌咧就喺我哋呢個腹股溝至到我哋嘅髖關節呢個位置嘅。咁我哋需要用一個軟墊啦。首先我哋就弓字步跪低先，就咧一隻腳前一隻腳後，兩隻手掌咧就放喺嘅腳嘅裡面。好，咁首先咧就提起我哋隻後腿。然之後咧，就將我哋嘅臀部向上下咁樣移動，就一共做12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先跪低，然之後換另一隻腳。好，亦都係提起後腿，移動臀部上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跟住咧第二組動作啦，就係腹橫肌。咁腹橫肌咧就係會幫我哋維持腹腔嘅壓力啦，同埋保護我哋嘅脊椎嘅喎。咁我哋首先咧就將一隻手放喺前邊，我哋吸一啖氣，令到我哋嘅腹部隆起，數3下，1、2、3，好，呼翻啲氣出嚟。好，再吸一啖氣，令腹部隆起，數3下，1、2、3，好，呼翻出嚟。好，再吸一啖氣，使腹部隆起， 1、2、3，好，呼翻出嚟。好，跟住我哋咧就係做胸大肌啦。胸大肌咧就喺我哋首先將我哋嘅手就擺喺牆嘅後少少位置，咁就前後腳，裡面嗰隻腳咧就喺前面，後面側邊嗰隻腳咧就後面。好，我哋咧就向個胸部就向外旋，咁嗰隻手有啲拉扯就得㗎啦。又係數12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跟住轉另外一隻手啦，亦都係拍埋牆喺身體嘅後面，一隻腳裡面嗰隻腳喺前面，外面隻腳喺後面，亦都係可以微曲，個身軀向外旋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跟住第4組動作就係菱形肌。菱形肌就喺我哋個背脊後面嘅。咁我哋首先就將我哋嘅左手擺去右邊，我哋嘅右手就拉住我哋嘅手臂，
向下拉，我哋嘅眼睛就望住我哋嘅左手手掌，又係數12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放翻落嚟。好，跟住輪到隻右手啦，就係向左邊擺，就隻左手就拉住隻右手手臂，眼睛亦都係向手掌嗰度望，亦都係維持12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佢嘅好處咧就幫我哋嘅肩胛骨能夠穩定啲喎。好，跟住第5組動作啦，就係做斜角肌。斜角肌咧就喺我哋嘅頸嘅兩側。咁啊，頸兩側咧，我哋做嘅時候咧，就先修正我哋一啲嘅位置先。咁頸部兩側咧係可以屈曲㗎，係咪？咁啊可以幫助我哋呼吸好啲㗎喎。咁我哋先做一個修正嘅動作，就先將個頭就向左邊4組2下嘅動作，1、2、1、2、1、2，第4組1、2，好，跟住我哋連續做12下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輪到右邊啦，我哋都係先嚟做一個修正嘅動作，亦都係4組2下嘅動作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好，跟住我哋落嚟咧，就連續做12秒嘅拉伸啦。就係將隻手放喺個頭側邊耳仔上面，好，連續做12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呢個動作咧係特別可以幫我哋呼吸好啲嘅。好，咁5組動作我哋做晒㗎啦。咁最後咧，我哋有啲 cool down 動作。好，我哋先係將雙手擺去我哋嘅後背，然之後十指緊扣向上移動，數5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放翻落嚟，再做一次，亦都係5下，向上提起雙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放翻落嚟。我哋再做一次，記得保持呼吸，一吸一呼。好，提起雙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放翻落嚟。好，今日我哋嘅拉筋動作已經完成晒㗎啦，大家記得多飲啲水。